住過啊，台灣啊、香港啊，喺內地咁樣。其實相比幾個唔同嘅地方，你覺得香港嗰個平等機會去到邊度啊？譬如你講先啦，我覺得都幾好㗎，係啊。咁其實我可能我自己感覺唔到啫，係啊，我就覺得我自己比較幸運一啲。但係我就覺得其實機會咧，其實都要自己去爭取先得。係啊，即係無論你係唔同嘅種族又好啦，或者係就算係身體上面有啲咩障礙都好啦，唔好當自己係一個弱勢社群或者係一個弱者啦。咁提供機會嘅人，我又即係建議下可以睇下人哋嘅長處啦。因為其實每一個人都一定有自己嘅長處。如果你做老闆嘅話，只要你 groom 下佢啊，俾多啲機會咧，佢始終都會成長，始終都會即係做我應該做嘅嘢。哦，啱啊！即係除咗爭取機會之外咧，希望嗰啲老闆都俾多啲機會唔同嘅朋友喎，係咪先？或者即係啲唱片公司嘅朋友都俾多啲唔同機會啲歌手，係咪先？不同類型嘅歌手都可以有機會咧，即係唱到自己喜歡嘅歌啦。不過而家男仔追女仔就好平等㗎嚟啦，係咩？冇所謂。女追男咧平唔平等啊？都平等啊！哦，咁我介紹呢個俾你啊，呢個係啱即係 available 啊，OK， 好，OK，交換電話啊。咁喺呢一度咧，我哋平等機會多元共行動嘅開展禮咧，到呢一度咧就係結束啦。不過今日嘅結束咧，代表另外一個開始喎。係啊，每逢星期三嘅下晝2點到2點半喺香港電台第2台 Made in Hong Kong咧，你每一個星期都會請唔同嘅嘉賓上嚟啦。繼續希望咧將共融嘅信息咧傳開去嘅。喺呢一度咧，多謝咁多位出席嘅歌手啦，我哋咁多位同事啦，同埋咁多位我哋嘅主禮嘉賓啊，洗哥啊、陳主席啊等等，多謝晒咁多位。仲有各位街坊朋友啦，好開心啦，喺呢度可以見到你哋嘅。好多謝我哋咁多位南亞裔嘅朋友，希望下次有機會再見大家，唔該晒。